大家好，我係寶信老師。書中除咗有黃金屋之外，仲可以有健康嘅身體，而且仲係免費添。今次同大家讀一讀一本有關修行煉丹嘅書，書名叫做《呼吸之間》，為丹道高人李錦伯老先生數十年修道方法嘅真傳，指導大家點樣去具體修道啦，以達到健康長壽、開發潛能、生發智慧，最終可以提高生活品質嘅目標。李錦伯老先生年屆已經90幾歲啦，但係依然可以學法童顏，耳聰目明，思維清晰，健步如飛。如果能按照李老先生嘅指導去修行嘅話呢，相信應該會有好大嘅收穫。我抽咗其中一節跟大家一齊分享，內容係嚟自第3部分修道嘅26個細節裏邊嘅7支座。其中就話啦，舌頭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部分，我哋一齊嚟讀一讀啦。舌頭非常之重要啦。咁有人成日話我心亂，修煉嘅時候咧就係靜唔落嚟。好多人成日話心裏亂就係心不專一，一間想呢個，一間想嗰個，點算呢？其實辦法非常之簡單。中醫裏面講咗，舌為心之廟。中醫認為咧，思維咧，思想功能為火，並且分為雙火同軍火。雙火咧就係意念活動，軍火就係神識元神。因此咧，舌頭咧同心思有好大嘅關係，尤其是咧同人嘅思維活動咧有好大嘅關係嘅。凡係喺佛經道書上面咧用嘅心字，唔係指心臟，而係指用腦嘅功能。佛教裏講嘅心分為心性、心神、心意等。心為君，神為主，心為神之社。心不動叫心主宰全身，心動就叫神。心意相當於人嘅第6識，亦即係大腦嘅思維活動啦。心神係第7識，就係思量判斷嘅根本。心性係第8識，係呢一切功能嘅本體天性。呢個就係佛家幾千年前嘅體會啊，好唔簡單嘅。心唔係心臟，而係大腦嘅功能。心神，佛家又叫心地、見地。舌頭跟心思有咁大嘅關係，咁有冇證明？有。我國古時候人犯咗心臟病，係通過舌頭嚟搶救嘅，功效顯著。我哋現代人心臟病犯咗，當然立即俾佢食硝酸甘油啦，或者上氧氣啦。古人冇硝酸甘油，亦都冇氧氣嚟搶救。咁古時候嘅人點樣搶救呢？古人就用筷子將病人嘅牙齒撬開，用手將病人嘅舌頭拉出嚟。人嘅舌頭底下有2根青筋，呢個青筋裏頭嘅血呈黑色，有講究。道家認為呢度可唔係一般嘅穴位啊，叫做金津玉液出唾液嘅。負責搶救嘅人攞一根3棱針對住呢2根青筋，輕輕一刺，佢就出紅黑色嘅血，一出血就將人俾搶救過嚟啦。佛門裏面有人專門嚟過刺舌血，寫佛經供佛，刺嘅亦都係舌下血啦，唔係舌尖血。我自己呢30年嚟啊，從來都係翻舌嘅，亦即係捲舌。除咗食飯說話，其餘時間我個舌頭都係捲住嘅，連瞓覺舌頭都係捲住嘅。我嘅心臟病有幾犀利啊！30幾年前我3條動脈有2條係打結嘅，只能用1條啦。醫生都好奇怪，照 X 光片睇得好清楚。醫生話你點靠一條主動脈就活落嚟啊？我話我嘅方法就係捲舌頭，呢個方法道書上叫捲舌失喉，喺道藏裏邊可以揾到呢個方法。我咁嘅身體條件都能夠修道，都健健康康活到而家。我行路時候啊，年輕人都要跑住先至跟上啊，而你哋年輕啊，身體條件又好，更冇問題啦。我捲住舌頭就讓心臟冇犯事。你話舌為心之苗，有冇道理？
等練內丹啊、採藥嘅時候，能將舌頭咧伸到呢個小舌根嘅位置咧，呢度叫元嬰啦，下邊又叫十二重柳。呢個時候咧，自然息停默住，入咗定嘅啦。舌頭就係咁重要，佛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舌頭伸唔到十二重柳，不搭上鵲橋，修行人就冇辦法止息入定。凡喺丹書、佛經上見到心字，唔係指肉身嘅心，唔係心臟，係指人有想嘢、認知嘅功能。所以我哋喺修煉嘅時候呢，嗰個舌頭要捲住。最初你哋將舌頭頂到上牙根呢個位置，相當於攞舌尖舔上牙根，呢叫上銀膠。然後咧，慢慢地咁隨住功夫嘅加深咧，舌頭會自動往裏舔啦。如果修道真對路嘅話咧，舌頭咧都自動往裏捲啊。而且唔同嘅階段咧，舌頭捲嘅位置係唔同嘅。捲舌上頂呢個喺丹道裏邊咧稱搭上鵲橋。點解叫搭上鵲橋咧？因為人體啊有任督二脈，督脈管住所有嘅陽經，任脈管住所有嘅陰經。咁啊，人生落嚟以後，舌頭平身，任督二脈嘅連接就斷啦。所以修道返先天咧，就要搭上鵲橋，將任督二脈聯繫上。所以要捲舌，仲要搭上顴橋。後面講內丹採藥嘅時候咧，亦都需要用呢個捲舌。功夫深咗以後，人嘅頸同兩個腮咁動一下，舌頭咧就能掂到小舌上。呢個時候咧，修道嘅人咧，全身都會產生震動，呢個咧就叫六根震動。六根震動係咩咧？係丹田如火燒，兩腎如湯煎。兩腎咧就好似熱水燙住似嘅，肚如火燒，眼睛冒金星，兩耳灌風，左耳聾吟，右耳苦笑。左耳出現吟吟嘅聲音，右耳出現呼呼嘅聲音，腦後作鳴，出現續續聲。身體產生鼻輕身湧嘅感覺，呢個咧就叫六根震動。咁呢個時候咧就好容易出現所謂嘅神通啊！神通係禪定嘅產物，真入定以後咧出現神通係有可能嘅。所以舌頭咧喺修道當中有咁重要嘅功用。唔修道嘅人捲舌甜上顎咧都有好多好處嘅。最大嘅好處就係專心。你試下睇，譬如做嘢時事。頭捲住啊，就會專心睇書，專心做嘢，專心亦都改善睡眠嘅。好多人修行入靜，話我入靜唔到，就因為冇捲舌。捲舌完咗口水多，口水可以補精，捉緊舌可以防止漏精。就我嚟講咧，而家偶爾有心絞痛，呢個絞痛經歷過嘅人都知道係劇痛，從後背往前痛，點算？咬緊牙，啜緊舌頭，輕輕咁吸氣。唔超過5分鐘就唔痛啦。再一個，因為經常捲舌啦、啜舌啦，我就唔使飲水，只係勉強飲啲。我平時一日吞下嘅口水咧，唔少於半茶杯。捲舌就會有口水。喺道書裏邊練功人長呢個口水就叫長生酒。佢不但幫助消化，仲能治胃病。因為我成日捲舌捉舌頭，結果比平常人咽嘅口水多。因此咧，胃病就容易好啦。而家我仍然想食乜嘢就食乜，涼嘅、熱嘅都一樣啦。食冰塊亦得，食熱嘅得，胃有適應能力。唾沫裏邊有多種酶，有蛋白酶啊、脂肪酶啊呢啲好嘢，佢哋係鹼性嘅，可以中和胃酸，可以俾食物好快咁喺胃裏邊消化，消化好，營養好，面色都就會好。仲有一點咧。舌頭咧仲可以治療男人嘅早泄。一對男女做愛嘅時候咧，女方咧啜緊男人嘅舌頭，佢就唔會好快漏精。奧妙就喺啦，喺丹道中咧，捲舌亦都係防止精氣外漏嘅一種方法。剛剛讀完舌頭呢個部分，大家能唔能夠掌握到呢？不如我哋一齊嚟試下，反正咧又冇咩成本嘅。如果大家感興趣咧，可以喺網上邊咧揾呢本書，裏邊有好多修煉嘅方法，普通人都可以做得到嘅。讓我哋跟修道嘅古人一樣，唔使靠藥物、補充品都可以讓身體健康，每日保持活力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分享，請記得訂閱、
點讚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亦要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喎，等大家一齊平安健康、豐盛富足。我哋下次見啦！